高，再一高，再一高，滚到一高，再一高，再一高。开班，新义义和爱祥单位8月份起会班，班开始，项目交母行30公里，前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滚到1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付钱人开班致辞。请付钱人开班致辞，前到1鞠躬，坤到1鞠躬，付钱人好，请坐下。各位，咱各位点来说，咱各位领袖，咱副领袖，咱各位组长，咱各处处长，咱都是代表，大家早安。付钱人早安。希望上天主义，给的时间，咱今日。爱上，开咱这个体育班，或者当中7月份然后咱学校要拢去泰国的时间较少，因为7月到泰国开2天的课表包括泰国岛上，学校基础拢去甲伊关心着吼。咱讲重点就是讲，这个7月份，社会，今日嘛才有福报，才有因缘，咱大家来做个局面。不过呢，伫这个7月1个月内底当中啦有阵时发生真侪代志，尤其咱知影就是，敢若是台风啦造成着咱台南县、咱台南市、咱嘉义县啦会使甲讲伤亡累累啦伤痕累累。当然，因为这个时阵，咱学校是带表过台风啦。咱迄个时阵住伫泰国，住伫迄个马赛。马赛就是讲，伊过住缅甸，缅甸这边住马赛，经过一个关卡。会住缅甸安尼，咱学校住伫咧8乡就亲。当然，咱听到讲咱台湾这个这个风台啦这个水灾，咱学校嘛感觉讲使甲讲真甘啦一寡道歉使甲讲无论财物人好，无论着农产品人好，咱的厝也好啦受伤累累，受伤累累，因为这嘛是无法度啦人讲这嘛是天的做起天的做起。不过咱一定要知影当中啦这款拢是一个因缘的生发，因缘所生发。所以因缘所生发呢，因为这个台风就是因为这个气候来激起来当中的一种的迄个形成的物件。伊本来无的物件，形成一种有的物件。当然，这个有的物件就变成台风。台风呢，伊就气象了你讲的，这个台风要对倒过，要对倒过，要对倒过，已经甲人讲。毋过咱大家呢，有定了有知有无？咱嘛有知，因咱台湾，尤其是台南，甲是嘉义，我听讲几60年，嘛这严重的台风啦，台风啦。大家无危机的意识，反正讲因若台风要入来，咱大嘛悠哉啦也袂讲甲咱应该的物件处理好势，比如讲咱头壳无好势，厝顶房无好势，咱的树仔固定无好势，咱的心无好势，咱拢无处理。咱想遐严重，食力敢是安尼？咱拢有这个概念。
这叫做哪呢？这叫做没有概念。唔过咧，当台风行形成起来，无物件形成一个有叫做台风这延气，扫对台湾过，哦，对台南，即个台南，到即个保定嘛吼。那因这台风已经无去啊，对不对吼？所以叫做延伸延绵的，已经这台风刚刚是台风无去啊，已经形成一个这个气流已经无去。唔过咧，因为迄无去啊吼。台湾这个土地，离台南市甲嘉义市，真啊不会刷袂？真啊不会刷，真啊不会刷我无去。迄个厝我听见，满头文旦啊，迄个心情啊，大家安尼摇咧讲的吼，我听摇条八成，阮小弟啊咧讲摇条八成，毋是阮小弟摇条八成，逐拢摇条八成吼，剩几了了海，是安怎？因为即咱常一句话讲，天做大，这就无法度，咱是安尼吼，所以叫做延伸延绵。毋过形成延会当伤害你所这物件，毋过伊伤害了伊就无去啦，就无去。所以伫延伸延绵的当中，咱今日一定要去小心这物件。是安怎？伊即个因缘成立起来，咱过去一句话就讲，人若无照天理啦吼。天就会照家己，即个因缘拢对咱过去造业形成起来物件。而过去三皇五帝的时阵，因叫做叫做太平，叫做尧天顺日，尧天顺日。咱甲讲起因迄阵的时阵呢，叫做讲太平安啦，即个叫风调雨顺啦。但是拢无这物件，因为物件，因为迄个人叫做顺风，迄个人。毋过咧，真理甲讲，人恶心无，人恶心无，什么代志都做出来。迄若互恁知影甲天地人吼，恁真会惊死。我来讲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啦吼，咱缅甸妙瓦底KK园区，咱缅甸博港迄个所在诈骗集团迄个所在啦吼，你互骗去了后，就叫你做诈骗集团成员。骗无就点讲，甲你个先动电，用迄个用迄电棒甲你电，甚至甲你落去迄个水牢，迄个水牢是臭毛毛的水牢呢，就叫你若骗无，你叫骗无，伊就你这汤药爱啉袂呢，叫你无啉袂，来点甲你讲呢，但是你这个真正无效的，无效啊，甲你送去创哪里敢知？看你的油脂啦，看你的肝啦，看你的眼角膜啦，看你身躯对一个器官的一个评对，评比呢，评比了后开始好了后，我这个标准要卖偌济，毋是你要卖哦，是因为甲你接啊迄个人要甲你卖哦，要甲你卖偌济，你这个身躯甲你，你这营养甲你摕起来，看的时阵啊。卖起来偌济，这样就甲你安排对海中去，做外科医师就去，去咧毋是，伊迄毋是来驻马车咧，现场就甲你挂咧，因来讲，迄个驻马车啦我听讲迄个情况佫较歹，现场咧挂的情况佫较好，安尼听有？我请问啦你若去互一支射针拄着落啦，你会挨着咧？一支射针要甲你注射，你着多惊较平喘。无讲一粒你啊，然后规身躯甲你开肠破肚，安尼一个器官就起来，起了后你规个腹肚内规个空空了，就甲你下海底咧饲沙去啦。这就是安尼咧，我从来无骗你咧。你杀人有见过咧，迄有恶习路。这有业务，这有恶习路，这是有问题。咱看到这一幕啦，咱看到今现在所在场。多在场，愈在场内真好，海有的啦，海边的啦，海景生的啦，空中咧飞咧抬啦，地上咧走咧抬啦，海上咧游咧抬啦，这我袂讲偌济。你讲恐怖，可怕无？这叫不对做。敢互你抬伊遐个感觉？敢互你杀伊遐伊个感觉？伊绝对有感觉，但是伊若去救了一个是叫做哪呢？
叫做业，这个空气充满着这怨气，空气充满怨气，这个怨气生的一个气候。这个物件拢是一个怨气形成一个气候。所以你讲嘛，这过去的台湾，甲即摆台湾，哦，较早要听着讲，遮严重的台湾无啦，要严重遮电台无啦，要看着讲真世界。 这个战争，连于是俄罗斯啦，连于是乌克兰啦，连于是以色列啦，连于是中东啦，连于是到泰国去啊，那才真好啊！这毋是安尼尔，这后面咧较严重。因为安怎讲，这一经气候形成的一个强业，形成的强业啦。啊，这个强业起走会去变，那不行啊！咱着共同这个世界，咱大家共同做伙业啊，叫做强业，敢是安尼？所以既然强业强成，你要强成啊！ 唔过呢，咱今日上天慈悲，因为看到咱这个万法末法时候，这个末法的时阵，灵魂灭火火发挥这个佛法末法时期，因为大潮台的时阵，咱上天慈悲啊感觉，因为伊本身是叶啊、甲树啊、叶啊听无，甲树啊做来毁灭掉。 好人甲歹人做灭掉，上天无救。啊，若安尼，什么人要做好人？若安尼，什么人要做歹人？若好人甲歹人做着灭掉，什么人要做好人？什么人要做歹人？哦，所以伊是上天甲降道。哦，啊降到降几年啊？降一万年。伫咧白哦，离佛灭好500岁，佛的法运3000年，真个佛运到2568年泰国。 已经行到最后坡，迄叫做法运陀罗。什么叫做法运陀罗？就讲这个法运，这个法的运无够啊，没有浓厚足够，就产生一杯酒，你甲透甲剩无酒味啊就对啦。唔比伊原的迄个很浓厚100%的迄个浓度，伊即马存在10%的浓度。啊，10%的浓度，因为当然，因为较进来，人心开始险恶、险恶啊。 哦，啊，所以咱今年12月到14月15，咱伫迄个南口大巨蛋，咱要举办12000人的迄个老祖师领命100周年。老祖师就是咱庙祖师，伫咱师尊领命78周年，伫咱师母领命50周年的今年。 所以办着一个足大活动庆祝咱师老祖师、咱庙祖师领命100周年，啊，咱师尊78周年，咱师母50周年，这3个祖师的这个领命的时间来做一个庆祝。所以若要甲讲个，咱尽每一个机会，离这个佛教末法离迄个白羊正法时期。 咱这就是白话正阳时期，所以咱尽量听着咱的父亲，得着道，哦，有修道，身软如绵，斗不挺尸，下不腐臭。有安尼讲无？啊，大家身软如绵，这个毋是我咧讲的哦，这个含义迄个电台，迄包包迄郑弘仪的论坛嘛，你讲，讲到叫到讲哦，身软如绵，足奇怪，是安怎，我足济论坛，伊嘛不可思议，伊我讲伊杀掉这个窍门。 啊，这窍门就是物件，就是叫做法运的问题。你当时佛教入佛的当中，伊等于第58年成就，咱叫做解脱这部时期。伊的法运足大的时阵，伊毋是咱得到道、得到佛教、得到佛的法了后，干来过起来，伊等于迄叫做解脱、解脱解脱。迄阵嘛是身软如绵，当个就是小物件。迄个时阵。 不过即摆已经行过3000年法运内底当中，因为即摆换转到白羊，白羊时期，所以咱今日白羊地主真福报，会当伫佛灭火500岁有持戒修福者的即个人，什么持戒？持戒灵性灵发挥，即个叫做受惠，修福就是福报，叫做福慧双修。咱今日修福的时候，那修福的双修叫两师尊。 修福为双修叫做菩萨戒，因为阿罗汉修四谛法靠这边个，因为迄个地球修12因缘法，咱离菩萨修6多万年，这都是作品学的物件。
过呢，咱今日背技术，咱今日是修炼多元的款，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物件。家己讲起，修剪坡道，修剪坡道，所以我们今天不可以怀疑。所以恁今日袂当你一看到咱老祖师的这个门下，过去20条毛里的时阵，迄修坡道，而咱闽的祖师这个英文叫做修福报道。安怎讲？迄阵当时离婚咧修迄个坡道的当中，爱安怎你敢知影？爱徒步。入社会大城，其实有机城中厝地去地方本厝，或是地收因我写足去负责负责，迄拢是爱行，食一个饭尔，爱摸一个我行7公里，倒行7公里倒转来，而要快的倒转来到门只，是毋是可能？恁即马目前拢对一个，把咧做恁阿公，然后行一个笑话，哦对不对？无啦哦，正常拢是不会的，但是这离婚高袂使修上咱咧讲这个富贵道。哦，这阵仔当中哦，报纸闹得沸沸扬扬哦，大陆的少年时啦哦，迄个苏什么啊，迄个主持啊，应该大家人看到这个新闻，我毋是讲嘛吼，哦，少年时人咧描述本来就安怎秘密调用，入面咧500块。乡爱偌济，哪有爱偌济，必须事业的经营。一个主持传过来，哦，一个佫是生作一囝。我毋是咧，我不是在哇，因为这个物件，这是国家的丑闻然后我们的不方便去讲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咧来讲，离婚到底内底当中伊是咧受苦的，伊袂当互你讲今日哦。去报评这个物件，本来你看这个主持入了后，人因为伊的迄个门票取消掉，人的迄个入乡钱取消掉，什么都取消掉，恢复苦相，人伊都恢复苦相，恢复真正我们地主应有的工作，但是咱今日一般都地主人咧，无想你在家修行啦吼，无想讲修到迄个。啊，这嘛是咱所说的英文，所以咱大家非常福报。不过咱今日当中啦，吼，咱有请到咱后店迄个陈讲师陈讲师，咱陈俊杰讲师过去我们的讲话有较上好啦吼，咱借着这一年咱就请到咱陈俊杰陈讲师来为咱准备以德为用。好，谢谢各位，谢谢。那我们请前面。感谢目前慈悲前道主公、坤道主公，大家再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出席。